你就阿罗耶和华，伊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是慈爱，永远伫地。是谁会讲起耶和华的大权能？是谁会表明伊一切名声？就见着伸手公平，常常讲义者，即号人有福气。下面咱的吟诗献诗21首。助你无所在，请会众起立吟全首。我不是说不在，说不在，我是说不在，在谁来我的生命说不在，在谁来我的生命说不在，其他我是。圣诗头前新的改编，咱对声来念哈，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请助你的上帝，这个家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亲是受苦，你着请心注意真有他比，这两家家算我本头。我用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定，恁若我三定，恁就恁三定，圣人你该三，你是我先非常请坐。咱相信咱的圣诗后壁启文，新的启文是33篇。我来替咱来念哈。上主啊，你有感察我、捌我，我一上你来，这声对真理，你嘛会看得出我的心思，我的心，你拢会看。我所行所做。你拢知，主啊，你已经知我捌讲啥物，我以前，你亲手保护我，这你管一下，这个，这。迄到位，我行在下行都欠你的多。啊？
遐尼高深越过我的了解。听到到位，我才会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一边，也是去日落一边。你的手嘛会依靠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也早我，也早。暗时亲像你是遐两光，对你来讲，爱拢共款。上主啊，你伫解验真是真好了解。我嘛要算比海沙较大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对让我，在我心上，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惊行为，互我必须咱来压头，咱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会满心感谢你疼痛阮。红照顾阮，红经过一礼拜，祝你应许阮，红做出时间，当得到上帝保守甲照顾。我都无兄弟在因中工作，也是上帝保守因照顾阮。阮一摆在我到主你面前，听到上帝话，求主圣灵教阮同在。阮的会还甲主恁教我同来同在。下面时间，阮恭敬敬交上帝说，阮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下面是俄罗，先外地的俄罗咱的兄弟。
咱真感谢咱的圣歌队，好了咱的上帝。民俗咱是公守上帝话。请因为咱的圣经吼。雅各书2章14节到20节，咱斗阵来睇啦吼。听，我是人讲有信，也无定，真什么利益，叫就是那边兄弟啊，有啥物利益？咱你老无家己死，你无人讲，你有信，我无行，你无行，我就是我的行，你看我是，你你就爱山，咱的土对来喊，天理的影你在。上帝做听伊的话来听的人，下面时间是牧师讲道，是加好心必定伊的罪。下面时间咱交牧师。听这台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所以，阮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较实。主恳你，互阮对你的话，咱更加清楚明白，行大实践，宣扬引传，带领更加侪人来归应你。主阮的上帝，恳你会当互阮也明白你的话，对伫阮会晓悟甲警醒。阮伫所行所做，真正得到利益，不但伫你的面前，也伫众人的面前。但即时，阮要对你的话三个核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来平安。对顶礼拜开始，咱会先讲读经本，伊的进度就来到雅各书。咱有咧照即个进度咧看无？有哈，大部分人拢有咧看哈。期待每一项拢会当看哈。按照惯例。牧师拢会大声来介绍这本册的作者，写这个书信的时间、地点，收配的人到底是几岁？以及这张书信，伊的目的是啥物？通咱的兄弟姊妹读起来会当更加清楚。那伫遮咱来看雅各书的作者到底是啥物人呢？对第一章1章的开始就讲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罗卜雅各清安12支派，
四线徛起的。作者伫遮咧讲，伊家己就是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那呢，对新约圣经中间，咱当看出讲有三个雅各。啊，这三个雅各头一个是西庇太的囝雅各，伊是耶稣12个学生中间第一个顺道者。这是咱看《使徒行传》12章1节到2节。第二位咧，阿列菲的囝雅各，马太福音10章3节，也是12使徒中间的一个。伫新约圣经的顶面是拢无声音的人吼，安静的人吼，总是去忠心军队主的人。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啊，肉身的兄弟，叫做雅各。咱通看马可福音6章3节，使徒行传12章17节。因为伫当时的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伊甲彼得、约翰同成做教会的三大条约。所以这三个雅各到底是自罪啥雅各书的人呢？当然一定毋是头一个顺道的迄位。所以一般圣经学者因认为应该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受尊敬的教会领导者雅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咱知影主耶稣伫世间的时，伊的兄弟即个肉身的兄弟，拢无相信伊是弥赛亚，反倒呢，拢看伊是爱出风头，是毋是啦？是一个疯狂的人这是一个真特别拄人对一个人的人物是安尼生。伫到主耶稣，伊对死国活了后，显现，因遮伫遐完全相信耶稣真正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咱会看哥林多前书15章7节的记载。了后咧，耶稣遮肉身的兄弟雅各，更加成做耶路撒冷非常受尊贵、尊重、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领导者。使徒行传15章12节到19节，咱有咧看应该当去了解，也是初代教会的条约。路加福音2章9节。所以雅各雅各伊是一位真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出名的人。伊甚至连毋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拢认为伊是一位什么公义甲敬虔的象征，称伊做公义者雅各。所以按照这个犹太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伫主后62年，耶路撒冷大祭司亚那调集这个犹太公会，审问雅各，以违反犹太律法做理由，到尾怎用这个石头甲钉死这个刑伫遐来判雅各。了后咧，佮对对圣殿的顶面甲弹落去这个受伤的雅各又爬起来跪伫涂骹顶面，为着对着安尼祈祷讲：主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伫遐来顺道。主啊，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破，百姓伫遐痛非常的后悔。痛苦的啼哭讲：雅各若无死，耶路撒冷必定袂受毁灭。所以雅各所这个写作的地点到底是叨落咧？到底写伫什么款的时间？受迫的人是自罪咧。伫遐圣经学者也根据1章1节，伫遐讲，请线大伫12支派中的人的安请安伫遮的人。另伊写作的地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伫耶路撒冷。迄时的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因经过一个大迫害，门徒呢纷纷四散外面来传福音。当时留守伫耶路撒冷的是教会的条约，就是雅各。所以写批的时间
大约伫什么款的时阵呢？这点都真侪人伫遐争论。一般圣经学者啊，因认为主后45年到49年左右，这根据书信中间提到几点，几项伫遐做伊的判断。头一项是主后49年耶路撒冷会议中间做出决定，讲外邦人会当进入教会，敢若咱拢是外邦人哦，所以咱这样进入教会是迄摆耶路撒冷会议的根据那这是一个真特别，是会当免受犹太人的规律伫遐限制。所以这个书信的最后有提到有提到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第二项什么？信徒聚会的所在，依然是什么？伫会堂的中间咱通看2章20。第三项，教会组织真简单，只有什么？长老甲教师。5章14节甲3章1节。第四项呢，信徒毋茫主过来的心非常的迫切。所以受配人一般认为是四线带入各地12支派的犹太基督徒。那呢，我个写这张批的原因甲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伫这条书信的中间，完全无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死、国活，这个基本救恩的道理，只有小可提到讲将来审判，甲主要过来5章7节甲10节，2章12节甲13节，可见受配的人对于上帝救恩是一定非常的清楚。已经伫这个使徒伫这个学生的传讲中间明白救恩，总是怎样将所得到这个信仰，要怎样活活应用伫伊的生活中间的，去有一寡错误的见解。因当时这个信主的犹太人，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这个旧约严厉的这个什么的律法甲改变的约束，进入这个新约的恩典甲怜悯，因伫遮掠做讲只要对上帝有信心就够啊！咱即马真侪人讲，我对上帝有信心就好啊！甲剩下拢袂要紧，行为行大怎样拢袂要紧，因为有慈悲疼痛的上帝必定会完全的包容甲赦免。兄弟姊妹，咱通袂记公义者雅各本身就是一位真严格来遵守犹太这个律法的人，伊伫遐认为讲领受上帝丰盛恩典的人，应该更加爱明白上帝的心意，用好的所行来应跟上帝，报答主的恩典。所以伫书信的中间来指出什么？讲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袂当只惊听道理，结果无行这个道理。因为真正的信心是建立伫正确的行道顶面，若无好的行道，信心是是假，信仰也是假。所以有好的行道，有好的行为，才会当产生真的信心。你只有真正的信心，才会当帮助咱伫这个苦难中，依然有喜乐；伫试炼中，靠主得胜，到有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我会记我的老爸是我的阿公甲阮讲做一个基督徒，咱听道理，讲你来听道理，但是听足侪摆，但你听足侪摆了，你当会当讲一篇什么？讲一篇道理。你咱听道理已经足久啊，你听哩久啊，要会当讲一篇道理？讲10篇的道理咧，你就至少要行1篇的什么道理？所以有听有讲，搁爱行这就是一个真重要所以今日所睇这段圣经节，就是咧讲真正的信心是需要什么？是需要实践主的命令真正的信心是要真正爱忠心实践主的命令，
甲上帝话。所以另外个书二章14节甲16节咧甲咱讲，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只互信会救伊嘛。老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宁去，愿你穿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因的福音，有啥物利益？伫遮甲咱讲有人吼，是指讲自认为心内有上帝基督徒，所以我就直接问讲，如果有个人只敢用嘴讲的，伊相信有上帝，伊也对上帝有信心，总是若无真正好的行达，还是讲行为，这个行为就讲甲伊的信心啦，相称的一个行为，那呢，伊的信心有啥物利益的？这种的信心，敢会当互伊得到救嘛？敢会当救伊嘛？但当然是无利益，袂当救伊，因为这个什么？虚假的信心。因为即个今日台湾，咱的生活普遍的真不如，真恶伫想象讲有人会赤身裸体，一般赤身裸体拢是安那，伤过热才袂穿毋是讲无通穿啊，佫欠亏安那。日常的生活食面，我想即马要欠亏较少。总是咱知影，哪个伫咧写即个书信的时代，确实有真侪人过着欠衫、欠食、困苦的生活。总是也是还佫有一部分，因的生活相对的不足、好业，所以伫遮有一个遇到故事吼。伫遮讲一个教友一个信徒伊是个好业人，伊信主也真热心。某一天落大雨，伊送香的厝边无茶无米，拄仔咧枵这个好业人就真同情伊，对家己的囡仔讲：咱为着这个无饭通食送香的厝边来祈祷啊！伊祈祷讲。求天父怜悯阮送香的厝边，小事伊有够热的食面，拄仔祈祷完了后，伊的囡仔就对伊老爸安尼讲：爸爸，我看这项是小看代志毋免麻烦咱天顶的爸上帝啦。讲咱厝内有茶有米咱送伊一点仔就好啊会当解决因的问题啊啦。亲爱兄弟，咱看到咱的肢体有困难的时，咱是安尼看现结果无感觉，也是口头伫遐来同情，也是用实际行动甲疼心伫遮来表达甲表示的。约翰伫遮讲，细囝，咱会三疼，毋通安那用话用字。是着用行用诚实，约翰一书3章18节。所以真正的信心必定有人安那生出真正的疼心。所以看见兄弟姊妹中咱的欠缺需要，愿意尽力来帮衬，是上帝所欢喜的。如果只敢有嘴无心，言行不一，这种的假好心必定会被定罪。咱知咱基督教上珍贵的内涵之就是安那，就是分享。伫这个分享的中间，甲遮的送香，还是讲遮的无的人伫遐三个分享。所以咱的教会真侪常常会甲人分享，也会帮衬来救济。所以互人讲，咱的教会是真正有疼心的教会。所以咱期待咱这个疼心会当延续不断，不但伫咱本身，伫咱的教会，伫咱兄弟姊妹中间，叫上帝帮衬咱。雅各书2章17节到18节咧讲，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要有人讲，你有信，我有行，你无用行，就互我看你的信，我就对我的行，互你看我的信。而且雅各甲咱讲，遐个无实际行动，只会当讲一寡虚假祝福的人，咱无真正的信心，只有虚假的信心，
检所以讲，即款的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因为无将这个信心挖出来。要有记得，信心，信心是需要挖出来，因为人看袂见咱的信心，总是通过咱的什么好所行，就互信心伫好所行的中间，真侪这个实体，上帝这个世界。将伊对咱的疼，具体完全显明出来。老爸老母照着慈悲疼痛的话，关怀的行动，对伊家己的囝儿查某囝，迄个疼伫安那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我相信这同款的道理，同款，咱对上帝的信心，也会要怎样伫咱的行大顶面伫遐来表现出来。因为信心甲行大，乃是一体两面的。行大是信心的证据，但是信心这真特别信心这真特别的轨迹。所以一个人真正会相信这个福音，伊一定有对上帝所来的疼心。所以对这个福音，对耶稣基督有够了的信。咱就对上帝来的这个疼，因咱知影疼是对倒来，对上帝来，这是咱一定会当清楚。那个是二章19节到20节，你信上帝只有一个，这是好。遐个鬼也信，来袅袅窜，风旱的人无有行的信，就是空空。你爱知嘛？无行大无行为的信心，伫这个雅各的目睭中来看，就好像是魔鬼的信心，是虚假的、无利益的。因为人会通过你的行大来看见你的信心。所以伫遮有一本册叫做什么？凤梨的故事，我们咱看过伊真有意思，伊讲到一位宣教师，伫非洲某一所在伫遐做医疗甲传道的工作。伊当地出现这个往来，这往来佫非常的什么，香佫甜，佫真好食，所以就住伫厝的附近，请人帮忙伊来种这个差不多几百丛这个往来的树。伊每一天看到这个往来树伫遐生长大丛，想到讲哇，你有这个酸甜佫通好食的往来通食现在就非常欢喜。过无偌久，这个往来熟往来结果成熟。宣教师计划了好来享受这个甜、水、甘甜酸甘甜的这个往来。可能突然间暗时一困醒起来，成熟的往来全部拢用慢了了，哇，煞无通食，所以宣教师非常的受气，去到甲伊的诊所一关目，也无心伫遐来传道理，规工伫遐忙忙不乐，感觉家己平常时对因的疼心想过做想过好完全白白浪费。经过调查会了后，原来这个往来是有这个请来甲伊种的这个工人出去为啥这个工人甲提去的？伊对当地风俗，什么人种什么物件，就归伫什么人的心情。你若无种，歹势你无。这是真特别后来这原住民这迄个部族这个人一再伫遮来请求宣教师会当谅解宣教师要求讲安尼好，以后袂当搁偷摕伊要恢复这个义诊甲传福音的工作。搁伫这园的中间设立这什么防盗设备总是往来搁成熟的时赶快用慢了了。宣教师伊无搁受气伊也无搁要讲伊毋敢对人讲话，
唔爱对人讲啊，唔爱安那，唔爱医疗啊，大门啊关起来，是毋是啊？病患若要来看医生，身躯无爽快，还是讲有危险的事，家属怎样苛刻的要求，也唔爱插伊。所以，或者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对宣教师非常的反感，是伊行伫路的顶面啦，无人要甲伊拍招呼，也无人要插伊。有一天，宣教师半暝起来，伊祈祷的时，伊内面的灵突然间感受到圣神伫遮个责备伊。伊讲：你对远远的家乡来到这个所在，敢为着要食这个旺来嘛？伊这个时才发现讲，哇，原来旺来想要食这个旺来的心意超过伊超过伊心中伊的信仰这位上帝，超过了上帝。所以迄个时来反悔认罪，求上帝来赦免。所以当了改变伊的态度。虽然往来继续搁伫遐种，搁伫遐生，也继续是慢去。总是伊无搁再拒绝因，反倒呢，大方的甲遮个原住民分享这个往来，更加积极关心因的健康甲信仰。最后感动遮个人，不但无搁偷摕伊的往来，全村最后真做基督徒。向遐指明，咱知咱的信仰会当分做两种，一种是有效的信心，必定会跟对着好的行为，有效的信心，有两种的有效的信心甲无效的信心。有效的信心一定会跟对着这个行达，无效的信心呢，就无这个好行达的表现。所以，伫遮咧问咱的信心是有果效的信心，也是无果效的信心的。所以，这个雅各伊举这个犹太人的先祖做例，伊只会证明讲有果效的信心必定跟对着行为行达。伊讲，咱的祖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伫这个坛顶，敢毋是对所行来得着称作义嘛？可见神甲伊是伊的行平平进行，佮神对行来得着完全，就应验圣经所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就加伊算作义，伊佮得称作上帝的朋友。对安尼，人得着称作义，是对所行，毋是单单对神。那个书里经21节到24节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记述，记载于创世纪22章。我相信咱真侪人有看，尤其若伫主日牧师若会记得常常看这个故事但咱咧看这段故事记述的时候，真侪人无法度理解为什么亚伯拉罕会等到100岁，100岁呢，才会当得到一个宝贝囝，搁要甲咱献了上帝。这是真特别的所在所以保罗伫罗马人书4章17节安尼甲咱讲，伊伫伊所信的上帝面前做咱众人的爸，就是迄个互死人国叫遐个无的，迄亲像有的上帝。照所记载讲，我设立你做万国的爸，遐记咧，真实的信心。是必定会带出行动，总是你如何判断所相信的是真实的，也是骗人的呢？咱知影最近上热门的新闻最热门的新闻，比如咱台湾被高薪什么诱骗去到倒位，柬埔寨伫工作结果钱赚无，搁去用卖掉并且这个介绍的人。搁是安搁是捌的人有时搁是亲族搁是朋友。牧师也讲过其实这个时代上新的行业就是什么？诈骗集团。我毋知咱到倒搁咧接着无？即摆来我定接无？
讲即摆迄个什么，迄个卫生局、卫福部，我差不多逐工接到呢，我甲删掉，第二天我接到，删掉第三天接到呢，讲会当安那补助吼，我实在足厉害吼。所以咱知最近行业的诈骗人，诈骗的手段常常伫遐翻新，所以咱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迄个信用的顶面是毋是有诈骗集团呢？有哦，有啊，圣经的中间有侪假先知。我相信现在社会有侪骗色骗财的什么神棍，所以咱必须要坚信靠着家己所相信的，是真实的，还是安那受欺骗的。所以这是要哪伫上帝这个话顶面，互咱有一个洞察力吼，甲看见吼，这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阿伯罕，伊献以撒，绝对毋是一时安那激情。和这个信用啊呐冲昏头，伊是用了整个要几百年的时间，伫遮来考察所信的上帝。伫遮个固定的时间，上帝拢无失信伊第一，证实了伊所信的，就是迄个叫死人国话，互无变成做有的上帝。现在阿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长时间的验证验证过的哦。是这种的信心，可以甘愿啊，将伊的独生囝以撒来献上。兄弟们，你相信你的上帝是信实绝对无虚假的上帝吗？如果咱真正有信心，咱就应该将咱最的担忧烦恼，才会考试安那完全的交托伊，唔通安那。一面伫遮咧祈祷吼，祈祷上帝啊，你着安怎吼，一面伫遮啦，咧担心烦恼吼，祈祷了还搁咧担心烦恼吼。那我人讲，即种的信心就是虚假，也是无路用的信心。基督约翰的信心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伊才下定伊的决心。伊观察以色列人40年久。知影上帝怎样将以色列人对强大埃及中间伫安那拯救出来？伊知影以色列人过红海行大地，伫旷野40年无静无休，上帝用玛纳、烟豚、甲磐石的活水供应因40年。基督约翰的信心绝对毋是一时的冲动，是经过长时间的验证。才相信以色列是上帝，以色列上帝是特别那信靠信赖的上帝，所以才会接待并稳重以色列才会探主。所以雅各伫遮讲，基督约翰接了使者和因对别条路出，敢毋是悠然对所行来得到称罪义吗？雅各书2章25节，伊的全家。也因为安尼啥啦，得到救，是毋是真做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约翰伫遮无惊亚耶路撒冷耶利哥王的命令，伊好款来以色列人的行大，表明伊对以色列的上帝的信心。上帝也用安尼来称伊做义。兄弟们，咱知阿伯拉罕伊是高贵的王子，约翰的。伊确实低贱的一个基路，互人看袂起的人，总是拢因为信心的行大称做义。可见信心，无论你出身的悬也是低，上帝对人称义的要求是非常的公平。伫圣经的最后，雅各做一个总结，伊讲。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神无行也是死。雅各书2章26节，身躯若无神就是死，是指讲正像身躯甲灵魂是安那袂当分割，那将因强分离，便是死的身躯同款。信心甲行大也袂当分割，信心若欠过行大行为。便是死的信心，
这种袂当显出行达一种行为的信心，是安那？是死的信心。死的信心是上帝面前是完全无价值的，袂当得到祝福的。最近有一名的网友最近拢爱看这个网络消息伊伫遮呐，网络顶面公审这个前明星运动会3一个某一个艺人因安那，伊捡着对方的钱这个钱包，甲私信甲对方讲讲我捡着你的钱包钱袋啊无想讲对方啊啦，无读无回可能无用啦当然无读无回，互伊感觉真受气我毋知咱若赖互人的时，人敢有马上甲咱回？无一定啊！你若咧无用的时哪有可能甲你看所以看无读无回，非常非常的生气就骂对方讲啦，无礼貌真较无礼貌这位艺人也咧看到，知影了后，就发文还原这个事情的经过并且甲这网友讲伫遮佫再甲你讲一摆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本来就应该感谢只是我无看到这个七分的信息，陌生的信息啦叫七分的信息啦咱甲这位网友做好事要害这个捡到的钱包当然这是好对方却无读到伊的这个私信也无予以感谢互伊感觉真受气就伫网络顶面公审对方只要行为反倒互人感觉会反感对无？咱捡到钱害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也无感恩无感谢，也是讲你有一个期待甲毋望嘛对无？讲对方看会当内底1万块会当互你1000块无？这就有一个期待甲毋望但是伊这种的作为，互人真反感，感觉伊是假好心遐尼在意这个感谢干脆毋通去捡人的捡人的钱袋钱包啦小可一个问题，咱会当看出人心理中间有真侪想法、甲心态、甲感受佮你若佮甲攻击的时，迄个问题佮来这应该是咱知影。信心甲行达信心甲行为是一体。有好的信心，必定会当产生好的行为、好的行达。总是如果咱会好所行，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什么阿乐称赞甲感谢，你若有这种心态，就会当互咱的好行达、好行为变质，会变成做假好心。假好心不但得袂到对方真实的感谢，我相信咱的上帝也袂欢喜。所以咱会知影，假好心必定会被定罪。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还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用真实的信心，这真正有疼心的好所行，伫来应跟上帝。愿上帝祝福咱，对其他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所学习到一切，真是咱最大的帮助。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语，伫遮三下是主啊，看见你的话顶面特别雅各，伊遮提醒阮，伫这个听的中间，阮要知影完全无输，无迄个要求。阮伫遮来领受上帝大大的恩典，领受上帝大大的祝福。阮对伫人、对伫事来讲，就是爱完全的帮助。完全的奉献甲服侍，主，阮的上帝，看你会当，阮的信心甲行道顶面合一，好侪人伊看见阮的好所行，来看见背后阮所信的这位上帝，是真正国真国王的上帝，是一位赐福满满的上帝，会当伫遮，互上帝你对阮的疼，更加充满伫这个人世间，互更较侪人因为疼来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得到建立。主，我一摆将阮本身、阮正爱之完全恭敬交托，可以特别带领阮，帮助阮、坚固阮，祝福伫阮，
我会当真正伫你的话会行大顶面，真啊侪好的见证来宣扬引带更较侪人来归你。我即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摆咧伫你面前，我咧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再去的正道啊，下面咱回应上帝话哈，咱的兴趣586首哈，既若有人互过苦楚，他过上体力因专手。会用请坐，下面咱奉献。咱起立。做奉献的祈祷，
主啊，大地，阮感谢你，无论是好天，也是风台天，阮拢以爱来敬拜你。你将一条充满稳定，就是充满永生的道路，放伫阮的面前。阮知这是一条各种多活、充满稳定的道路。伫这道路顶，阮会活命，要得到你来起造、来翻转。主啊，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有信嘛有行为，将做你的教示、你的道理，拢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来实现出来。那即时，阮嘛要将阮献上的感谢来求主你感纳，互遮个奉献拢会当伫咧阮的教会来做教会的内容，嘛有主你圣灵的大气力来甲阮所有服侍的同工的逐项事项拢甲阮同在。来降临，来甲阮事工拢有真好的果效。但阮只是来学乐祈求奉献，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会从听咱讲者。咱针对咱的后壁，咱的迄落咱的坚固吼，咱到边咱来点一句吼。老兄弟呀，是子嘞，无通先，无通食，恁勇敢有人文化，通安言去，愿你全烧吃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无要用的伊。为虾米离的？马国师离九十五岁96岁，咱有一摆吼。那是兄弟也是子嘞，无通听，无通食，恁上班也有人来讲，通安言去，愿你穿小食饱，也无用身躯，无欠用为虾米离的？我已经找到，一张哈。我下边我来报告哈。第一项是咱杨先生做为参加祈祷主日崇拜，关心敬拜上帝，保护。都使用手机看。礼拜有第2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者继续服侍哈。礼拜后咱这个妇女团契4号聚会，主理是雷关会长，甲王业主长老哈。内容是干部改选，联系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咱这个1点30分，到16点36分是土城教会。是咱土城区的乡城路12号吼，有台北中会是21世纪纪念教会发展研究会吼，参加动工，咱请1点是咱的教会集合。第2项是本会张牧师甲林牧师是9月是第5、7日。拜1甲拜3吼，要前往这个婚姻参加咱这个7面年度宣教会议吼。无伫咧这中间请联络咱这个一周顶落是林志顺长老吼，甲张老师的手机是有代志咱看伊的手机甲咱林牧师吼。第3项是咱9月7日吼，拜3上午10点是咱咧教会3楼有新港宫读经班吼，主理是咱这个陈水曲长老吼，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4项呢，即咱咧9月11主日是咱这个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学院有派咱这个林信哲牧师要前来分享，请
圣经学院栽培咱这个信徒灵命甲教会领袖的时间完成来做甲奉献。还有无咱这个一点，咱这个教会三楼有直播的训练，欢迎咱这个踊跃参加吼。第五项是咱这个双联团契是咱这个9月15拜四要搭这个捷运吼，要前往这北潭，伊是有要参加兄弟，请向淡水区政府报名吼。第六项是咱的拄会定于咱这个9月25主日要举办野外礼拜，地点是咱这个新德乡新德县吼。尖石乡的水产教会，费用是每人250块吼，含车资加餐费吼，加保险，请伊咱这个9月11日下主日，向咱这个听晚这报名。第7项是咱这个本会奖学金新要开始申请吼，像踊跃学生吼优良的成绩。良好的品格，并热心参加教会团体活动，伫咱信仰上有美好的见证。特定咱这个奖学金吼，有意思鼓励吼，申请的资格吼，这咱注意来看一下。第8项讲团体主任，咱这个10月底，咱完成咱这个团体干部改选。第9项，咱圣经从天王题是先咱老国书是3章到5章吼。咱本周的寿星吼是9月25是咱这个陈宏恩吼，9月74是医院，是宴义节吼，这个迎新春节吼。咱有来请起立，咱来祝福伊哈。谢谢啊！下面时间咱带到咱请牧师来了。咱是起立吼，咱三个同心开声开始来祈祷，不但咱教会需要咱个人的需要，咱拢献上咱的祈祷。主安的上帝，阮只是三个组织，主阮知你听阮敬选阮，但只是阮用祈祷来回应，用祈祷来恳求，可能特别到咱三个地地，阮教会直接已经数十年时间。咱今日主题敲出失落婴群，建立家庭的制度，做可能当互咱用实际行动，教会将做无人的计划，帮助引传人真坚固本地的家庭，也是这样的婴群所需要一切。那推动这 RPG 互咱祈祷，甲这家庭制度，互全家会当同齐，伫遐斗阵祈祷，仰望这个话实在实。诚是咱最大的帮助，不但当帮助伫阮，也伫阮的家庭，四周围咱的亲人朋友，咱求你我大祝福。咱台湾年底有选举，做可会当为着阮来敲出做真正下日理旨意，这候选人来服务伫阮，服务伫国家，服务伫百姓。出国才会现一个做可能来跨国敌因。出去台湾一个平安，无论伫国外的生活、家庭甲工作，也是因本身的需要，所以咱伫个看国中永远是你大大的稳定。辛苦平衡现之类做可能特别看国敌因，无论因病痛、艰苦的时，拢想要你安慰帮助的手，特别伊的手可能因的心情，来领受你大大的稳定。咱伫遮有做这个疫苗，也是这个疫情当然一直伫遮来发生的时，这个病毒的变
化，也常常伫遐困扰阮的时，做可能当使用引领伫阮台湾以及全世界，才会百姓了解因的痛苦甲需要，从伊圣手紧紧来接止这的病毒，紧紧来过去。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身躯更加臃肿，让咱处理大大稳定。我说到乌克兰战争做已经半年以上，啊，造成国家百姓因会苦叹，做可能当紧紧互这个所在的战争紧来停煞，甚至和平引到伫全世界。咱也做听见较真正的兄弟的做可能也特别看过伫因身躯、身心灵的健康甲需要。张福英啊、曾思恩的军中的生活，也是因所需要的，做可能也特别看过伫因。我遐伫这个内岛的对象，也是阮本身的需要，而且对于祈祷的，做可能伫祈祷中间听阮的祈祷，伫祈祷中间应允。经过帮战，我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是咱上人吼，先开咱那个新的420首。叫做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条感恩正爱这个三个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